Hey Kitty， Gigi 啊 ，Gigi sayang 啊。boy, are you famous? 这位属于别的吵。Are you internet famous? 你看上俩也输了，係咪走？誒，唔使俩，唔使叫我導遊。啊？唔使叫我導遊。OK，alright。OK，啲啲別來啊，啲啲別了幾本即係歡喜嘅查某部門來啊阿轉啊！啊？不是我教。還沒收到嘅？我一陣第三特別是幫筆記成先。啊？我聽未聽到講咩？Tak lah boy. Oh, topik sing ampang pergi. After today. Ingat kau ni orang siapa yang kasi agak kan ampang pergi lah. Kami pang pergi. Orang pan aeroplane. Nah orang pan aeroplane baru. 唔知你講咩？你咪無好，你扮咩？係我拍飛機，拍飛機，直接拍飛機。我唔知你講咩啦，我知啦，下邊只好笑，代表我唔知你講咩，你咪就巴黎亞數，所以我咪蝕咗我顯啊。Gathering 是只亂嘅，係咪？幫飛機換飛機啊，幫飛機。我唔知啊，特別上面當然是貴嘅個數。OK。OK，等我開位 music。CE廣告。華麗華麗咁你嘅吧。這禮拜我諗乜真係講貴個數啊！禮拜大拜嘅邊阿哈 Hello。都好屌 hello。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โป้ครับเองแต่ปีอันจะหลอนซึ่งว่าเป็นสายคุยใหม่โอเคแล้วหมอกูว่าน้ำทรายยังก็แล้วจะครับเองยังกับกี่ก้องกับกี่ซ่องเนี่ยจ้ะในล้อมเทปเดียวยังอันเป็นจะหลอนป้าเจ้าไม่ปิดได้หอบเกียรติสีทำยังฮะทำการอันเป็นรอยใส่เทียนเลยเราไม่ใส่ก้องแล้วก็ติดยาแอมปีไก่แกหู โอ้ยติดยาแอมปีก็สกายมาเป็นไงตัวเล็บเท้าแล้วก็นอเจียจะบอกคุยจะบอกโปหันเองจะบอกโปไก่แกหูแล้วก็จะบอกโปเป็นอิวจะ歡喜ไก่แกหู歡喜你有來過啊嗬隻菇啊嘛哈特別你來過啦你講緊歡喜我想會記歡喜這名伊基本來過唔是啊歡喜我知啊無上文嘅日子啊歡喜是上文嘅日子啊我如果係記啲好你記啲我是後邊啊後雕記啲好啊哇你歡喜你個要後家別條好嚇下面嘅講佢冇 OK แล้ว我講幾個事這禮拜到底ไม่好你阿邊地亂嘅為人講幾聲到底你亂到底到到後面 Julia Street 啊找我報咯到到啊聽未到攏講咩哎呦Hello 啊第六人講之前
line 冇咩好事，對啦冇。Đúng không? Cần là lúc sẵn cái con cửa kẻ. 聽未到啦咪，得 call 我到對，你 call 我到對我聽啊。啊，當然嘢喎，當然嘢。哦，啊，琴日講，未聽落幾個數，未聽落幾個數。未人講成，講成，可以講成啊。啊，可以講成啊，可以你估唔嚟啊。Hello。嚇。你有剃頭係你哦。你剃頭掠鬼哦。我剃頭 Pokemon Go。呀，聽未到人。一到啲 connection 未好事。誒，你人等我 try 看。我唔知你再 try 喎。但是伊 internet connection 冇好事，攞到啲得咯，一到啲改變。Setiawan. Setiawan à? Setiawan. Oh, Setiawan à? Setiawan? Ayo. Salah, Setiawan, Hatanin. Oh, Setiawan, okay. 我聽，如果我真正未，你把啲聽，你聽啊只拗，把啲你聽到即係我開始時你就知我明白我講係咪物件啊？你兩 break 老狗啊！My son retarded. Call 我佢 please. 誒，當佢未啊喎，以前咧嚟隻咧，成個係影嘅咧。嚟你講，係咪講 before 段先，係咪講？冇，你即是我換車，我換最啲路隊。啊。Hello，睇到冇？睇到，講。了後換車，係時個在點鬼啊，almost midnight 啊嘛。佢到咯，得到啲耐，咪先，我係厝啊未，顧厝嘅。到 Butterfree 啲啦。哦 ，Butterfree，哦，屌，你是走齊表跟你講嘅東西，應當是。我被叫啊，直接到嚟講。聊下 ，OK， 你走齊表跟你嘅，啊不，你啲最跌落去，你是到啲鋪嘅端嚟啦，你按佢最跌落啊。有，那種嘛。啲關監喺度嘅。我下個節好我唔是下個節，我拜節對邊嚟嘅，對邊嚟是兩個落鬼。有正人來咯，伊頓下。嗯。That's why 伊個，I think 伊 connection 冇變好事，我當然 constant。แล้วอีกคนจุดที่รอแล้วอีกจุดที่รอจุดที่ว่าก็ที่ the echo now 因為你這for the whole 6 minutes 頭整未用嘅啦OK 我會唔會阿龍咩阿龍我會再講下韓國啊一個是幾個 culture 上面其實有冇咩上成鬼嘅咋哦是啊，有冇咩上成鬼嘅？哦，冇咩上成鬼嘅，我冇聽到我嘅同事啊、朋友啊講啲鬼嘅物件，有冇咩上成？樣 program 冇鬼嘅喎。係咪嘅啲點？有啦，有鬼嘅戲，特別有冇成個人安尼暑假講幾個數咯。啲 office 會回顧啊，一隻興嘅。誒，咱人有嗰種，你上面出國半啊。然後清明啊，咱有只是，咱嘅皇上裏邊有只是，你看你嘅元素啊，咱韓國人冇咯。咱上拜年啊，真正是去拜望嘅，做收望嘅咋。伊樣無辦當啊，伊樣無辦當嘅，你樣真正是去拜望啊，係樣真正是去收望嘅。啲啲人譬如講話較大聲冇有，你我你咪。啊？夾較大聲冇，夾較大聲冇。我你咪嚇，滴較我你咪。你為潮嘅。你係釣唔釣坑？坑過啦。你坑塔釣唔釣？OK， 了。OK。我本隨講，成日講 YouTube 裏邊咧，我拍佢咧隨古年嘅，即係冇字㗎。
你别想要等人，你怕等人字啊，哇贵神。日本那只济喎，日本那只济喎。你只济吉哩吉哩咩只？古咧无安尼，有啦，但系无安尼字。你叫玫瑰啊，咁幾節性啊，做做咧。係咪嘅新加坡？貴，講到貴。然後等陣，阿啲你到底貴對啲落人對嚟啊？歡喜。咪話嚇。แล้ว對啲落貴啊？咋？你到鋪底對嚟嚇？冇去 Queen's Bay 就咪嘅個 friend。哦，แล้ว我話แล้วไอ้ตุ้ยสิ話啊。你หัวเชียร์แล้วหาเชียร์แล้วบอกแฟนจะเปียวแล้ว行出咗 because 伊毋捌行過迄條路，所以咪出來行。แล้ว頭前有一輛車一起，伊人行真遠，反正我要行去 already แล้ว。不是啦，朋友嘅車，朋友嘅車是別人嘅車。我車我換แล้ว就我 boyfriend。แล้ว頭前是別人嘅車，แล้ว你唔捌嘅啦。someone else 唔知係咪人嘅啦，叫做換車。แล้ว伊換走啊嘛。แล้ว我就車講話咗，所以我聽袂到，我 radio 開大聲，所以我冚埋 radio 起來。แล้วจนปีมาตัวไปกุยไม่กุยอ่ะยังก็เรา行去啊，我just 換只慢嘅，just 慢慢換 around because 我本唔行過條路。แล้ว行一半時，我聽到換阿婆唱歌，唔知是換阿婆咪唱換阿歌啊。伊 background 是伊無 background music 咗，即係一個人唱歌嘅款嘅。一下啦。成個清唱啊，夾白啦呢，你聽到一聲就知道你外口車外口嘅啊，是。冇意思，唔是車門口，車。到啲 radio 嘅。係坐到車啊，你看你。呀 ，my god，你車入邊嘅呀！了，我咪是第一嚟上，咪是maybe 我 radio 冚無了，我看我 radio，我唔是冚四上，我是佢嚟冚起來咗，佢嚟 radio 無過，一咪冚起來佢了。了我唔知啊，我看下你 review mirror 看冇有人嘛。你 boyfriend still 到車嘅啦，你 boyfriend still 到車嘅啦。伊隻車位。了，我咪講半行嘛，我等陣我成日一聽無啊，我嘛是別等無聽到。了我咪看，伊個講 someone singing。我講 shut up don't talk about it。你是聽到咩？希拉瑪吉啊？我唔知咩歌嚟，即係韓國歌我冇聽過嘅。哦，你特別你聽係到一字是韓國字啊啦？你聽係到一韓啊，一是字，一字是韓國字啦。一隻名韓國歌，一是唱韓國字，韓國話嘅歌，唔知咩歌吧？แล้ว一部 background music 嘅，我咪講啦，我咪驚。แล้วหัว about maybe 2 minutes อะไรฟันน่ะ or less อ่ะอีโบเชียวขี้จ้ะแล้วอีโบเชียวขี้ suddenly แล้วหอ usually like 其實講你未靠人有唱歌啊，你換車伊就來就細聲嘛，但是聲嘅 volume suddenly 無人唱歌ขี้จ้ะแล้ว我 worry 嘛，對佢咪講過很多時候啲阿妹啊，嘛就佢問，伊講做咩事就去咪講，我講你講我 first instinct 是佢嘛，แล้ว伊無相信呢，伊個話講，伊講冇啦，可能山會有人放嚟，講放嚟都無 background music 嘅咩，แล้ว伊講有可能山對面有人唱歌，講無人住喺啲山嘅啦，你是我對 them 嚟你係主意。แล้ว唔知咧 ，next day 我唔知是coincidence 是嚇掉一塊白。青驚就食什麼藥丸？個鼻啫。係啦。唔知青辣藥丸就青辣藥丸，當細裝帶青辣藥丸咯。係咪唔知啦？小老瓜啦，好細啦。baby 你掛到是老瓜嚟。唔知係咪歌啦？到呢個唔係聽過嘅歌，唔知係啷。If it's not modern 嘅話，那歌就是 probably 老 older days。modern 我唔知，冇聽過那歌。即係特別你聽到一屌是韓國歌啦，咁就 maybe 是 P Ramlee。Engkau laksana bulan tinggi di atas khayal。咦，咪啦，你做個滑冰要做。龜上落，看個車唔聽。叫咩鬼事啊？
Tuhanku. Main con na. Kita dosa dah okey. 我本下日我聽錯咯，唔是嚟。哦，超皮哦，爽哦！你見未聽看？你落雨咩？佢等你。唔係你困啊，冇好啊！你點解你叫我就你見咩事？啊！你不要叫歡喜啊！你不要叫這個絕對等下找把寶。找我報多百位嘅，報到這邊嘅。哦，誒，我問你是怎介紹你聽啊？安怎你捌到找把寶誒？我係只聽了，我係只嗰隻啦。你知聽未？ I think 我from幾度聽啊？哦。我唔知咩啊，我唔知葉名呢係咩啊？哦。但係上面英國後面即有人會記掉咯，你後邊會記住好咯。我真歡喜，葉子嘅名字係我歡喜本嘅。激心？唔是，冇啊！冇。我唔識係咪我哋妹，呢個係嚟自邊呢？我未記方。你嚟佢知道呢？對，你嚟。哦，哇！你個記呀？你我鬧我冇咩記啊？喂，腦那麼細呢？細呢？有隻面有會記喎。呀，係咪物件嚟？係咪？我朋友當時伊會講話，啊，做樣。有啊，我會記到，我會記講就是你朋友對做啦，都是啲做過咩嘢？行過咁樣，迄條路嘅招牌是蝦米色嘅，我會記住個名嘅。哦，你呢個叫 photographic memory 啦，你。真係，特別要緊要袂記咯。咩？昨天要做嘅物件我袂記，但係應該做嘅物件我袂記。即係流浪時間就攞少 selective memory 誒了 ，OK， 我當我會問了韓國有成啊，你成啊你剛看你 Ju-on 啊，係咪你講日本啊係幾號？有啊，有啊，有呢。韓國有幾條真出名嘅呢？嚇，特別伊個幾個culture較無像個人安尼想啊。對，因唔是無咯。因無 fascinated by 幾啦。伊幾是成個電視機，係做戲嘅可能 entertainment 嘅啦。哦，有一出比較有意思嘅，整羅整嘅真係好看。伊是講有一個查某，伊是規隻看就幾咯，伊真無閒，伊規隻看就幾嘅。係咯，暗曬咯。嚇，伊就都看住幾咧嗬，就是因為伊迄個幾有一項物件未解決了啊，吹到下手嘅啫。哦，呢出以前好看，所以伊直直規隻都就幾嘅，都就幾咧，伊個驚咗。你話同以前做都係做物件啊，伊幾間講要做物件，一到下手樣了都無做嘅。呢出其實泰國嘅 TV series 真係好看。哦，特別無實個人咧 fascinated，不實個香港人啊，個有迄個怪談啊，迄個物件無啊。我非常有當時，我唔知就是我嚟講咧，我想到隻物件我想到，actually 因為因嘅國家是真安全嘅個。你別唔是講無人強姦、無人花槍，唔是咁意思啦。但係真正真啊少啦。基本上都是冇聽到嘅，你明？所以你看到幫埋三間一個查某啊，情地底嘅罐啊，啲嘅啦，比如啉酒啦，對厝啊，一個人坐咩坐 train， 坐 bus， 一個人行路對暗行嘅路，咁對厝啊，真平常嘅。我為我當時我平常是不自然嘅關係，你別記啊，講可能拍獎，可能掠去強姦嘅啫，因為。真少安尼事，就是因為安尼款啊，養對養嘅環境啊，暗掃養本無驚啦，我 feel 到有可能是安尼款啊，有時無驚鬼咯，所以無驚鬼啦，就無需要相信啊嘛，你即係無相信就無咯。咱人是因為咱人驚咗，咱人驚了，咱人相信啊，咱驚當驚啥？咱相信，你愈相信，伊就愈濟告訴講。我是相信是因為我被邊個學見到大鬼子攤落。你看，我特別去敲看，有那我唔要韓國表，但是係啦，我就是要再講。妹啊，我講我兩天。我要明白伊人想講，我被講樣對鬼嘅即個看法是安怎啦，我要再講。如果我在禪人嘅看法是安怎當然，我在禪人誒，只樣只普通嘅崇拜啊。成個係咯，鬼咪是成個講，人下晡就下晡對啦，可能物件真正common 去啊。然後成個看到你見到鬼少先，可能成個看到貓啊，可能
因為無講只大條數啊。然後人嘅話，第四個人嘅幾個 concept， 人嘅幾個 concept 啊，是 attack， 人嘅幾個了，咱無差不多看啲物件，嗰啲是會 attack 你嘅啦。馬來西亞呀，嗰啲是安裝你嘅啦，啊，你啊你嘅看呢？咱甲香港係差唔多像，有一隻刺魚，講一隻刺魚嘅。香港嘅幾個人嘅幾無像咩？都是像香港嘅人像。香港有可能是咱是香港影響嘅。但是我冇錯啦，即係阿龍就會 verify 啦。tapi韓國伊人 believe 就是成日啦，等人安尼，你會燒衫 burn clothing for the deceased。哦，意思。伊人韓國有 believe 啦，但係我 there's no way I can confirm this， so probably 阿龍係對。特別我就講韓國嘅人是按照韓國人對樣嘅做工真正 focus 實際，伊是唔是了？伊嘅爸母伊嘅講嘛，伊真 respect， 伊不太真正啥物樣在頭前要做物件，都是要去成日講拜啦，人哋講拜，樣嘅尊敬樣嘅你跪死跪喺做工。因為全部先做拜嘛呀。冇啦。韓國伊人真係 strong in Confucianism 嘅。我 actually 冇好嘅咯，就是 Confucianism 唔是講 always 好潮位，唔是嘢咯。哦，係咪數？特別我朋友先正係過年先正係嚇，過年先正係啊，因為有時先做拜呢，我來拜嘢做工嘅喎。迄個無像，迄個是大日子嘅出來嘅。真正是。我講嘅。你講係咪叫無好？你講。Confusion 唔是完全唔是講英文是好嘅物件嚟，呢部無好嘅一部分就是講，你未睇無大無細。特別有陣時咧，咱人現代人啊，無大無細，無代表講大人講嘅話就是對嘅嘛。特別對你嚟講，大人講嘅話就是對嘅啫。成個你頭家滿對。頭家講話就是對嘅，所以韓國人啊，嗬，用做工啊，有啲公司裏面做工佢攞啦，死啦，佢就走到邊嗰度。咁公司啦，你公司一條鋪落鬼啊！你就講公司裏面，actually 對我嚟講，當今時淡薄好事情嘅，我嚟呢個環境咧，我是一個聽見咗啦，所以一冇叫名，一叫名啦，一負責帶到咗，呢條咪條路係帶到出嚟就講senior manager John， 還是director John， 呢條路就說，但係唔是叫我嚟帶到，本來就叫我名啦，從嚟帶到。你後屌阿龍啦！啲公司裏邊半隻 level 就頭先 level， 你問你隻嚟冇帶到嘅，第二隻 level 你做緊自己過後啦，一升到啦，要就帶到啦。Harry， 後來佢就起起咧誇張，後來差張、副張、市張呢啲起嘢，所以你起主管嘅話咧，你主管級咯，所以你就係當時你開會咁樣，你 meeting， 諗講 idea 出嚟啦，哇，10人咁樣 share 個 idea， 係咯，但係會驚嘅就，會驚講。即係個第一關就是講嘅物件就是對嘅咋。哦。但是伊講咧嗬，你唔加講，伊講嘅物件冇好嘅咋。哦。所以 stifle 嘅 idea 係。就伊無成個阿無款嚟講，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is 係冇嘅咯。你因為咁講可能耶。actually 有時裏面想。有特別 agree 啊，有特別。你難教講嘅物件，特別以前啲阿妹連招條咁成個講出嚟嘅咯。佢有啲唔敢講嘅，一咁講咩？因為邊度講嚇，佢哋第七節嘅時候講應該係對嘅。我就 listen 係啦，咁頭。對。然後夾掉咯，佢咧。講個對啲鬼故事。我 if 我嘅 at Loki 啦，就是去鋪落咧。嚇，對，我都未聽，你未聽大粒頭故事，你都未去 podcast 聽。Too much information.com。即係 at Loki 話咧，都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咧。.com 啊 ，podcast。即係啲啲嚟講ด้วย。why 啊，why 啊，好多講條咯，我覺得是講換車嘅嘢嘛，好多講了嘛，我就 following trip 去 holiday 啊，即好無聊。喲，爽啊！你都直頭上就玩哦。無啊，無記哩啦，無咩物件啦。Actually， 我去 travel，然後 actually 我係 friend 去 business trip，然後話好啦，
有房間大啦，會使大 free 啊，嘛講 OK 啦，就你房間咯，我去佚佗3日咯。然後一暝困了吼，我才輕便嘅人來。然後我就同佢聽到耳仔有聲，滴滴，然後我就奇怪，我講咩滴呢？細膽滴，哦，很多時候我也，我就奇怪啊，應該我講是唔是隔壁房嘅人出入？特別敲門唔是安尼發出聲嘅嘛？然後我到後尾面前落地嘛。แล้วโซว่าสิคุณว่าใจเก่งก็เลยเป็นอีใจเก่งหอขนาดเป็นจริงหอเจ้าจะเห็นคุยได้โตเลยแล้วอยู่อะไรก่อในพันนาโลดลายคำยาวไปม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ว่ามีสัญญาว่าไปโซมาคุณแล้วคุยบัดจิวแล้วว่าตัว看到做咩事ใจเก่ง嘅會啲開起來，啲琴，然後我就心想講，就已經會派咩？然後 the problem 是哦，因為就已經 actually 有兩個會，一個會咧是 normal 嘅 ceiling 嘅會，第二個會咧伊個就已經有個鏡嘛。哦，伊鏡邊啊位啊，伊個火到後尾一邊嘅位嘅，佢開一個公嘢嘛。伊個就已經我，即我哋如果我啱啱困嘅時候，我今日開就已經開，然後我係 bedroom 嘅開冚㗎了嘅。即係時呢度暗淡薄，然後我講入邊嘅開是唔是派？特別個滴嘅時，一個會冚住咯，個房間暗咗。我講死啊，是唔是會派一個會派暗破痛嘛？特別冇就一地上來 click， 個嚟就已經在 click 咗。哇！時候伊個會就係攰呢嗬，我攰到冇幾長嘅。你笑得冇？我想到講應該是我賭電話啩，我講你衰啊！然後我個冇說啦，然後我就係你冇成就講，哎呦，我俾佢俾你學嘅人講啊喎，冇啦，我就嗰啲摸長嘅嘛，我係先成日等嘅，我就先想講，然後我是拄到，然後我冇相信啊，我個仔單咗就，你個仔啲，個仔冚開咗滯，呢度估 in between 你佢冚就估，伊 in between 啊，伊成跌冚啊，當然就估個開就對。agak few second 咯，又冚啲，隻啊節攞三時，一個隻啲，一個節攞三時，冚開冚咧。一個唔是講頭開暗開，一個開那邊嘅你開 mirror 位，一個冚 mirror，一個冚你到底你開，所以攞拍冇像一條橋呢，有當時較暗，有時冚個了去，有時關個了去，係呐。所以伊頭一把冚嘅是伊冚那邊嘅鏡嘅開，然後伊到呢個暗淡薄，我想講，是唔是有物件派伊開那邊？啊，第二個冚是佢暗嘅，我就心想講冇可能人就已經有開本白白派嘅嘛。你是我摸長嘅時就是呢個在呢個影。哦。了，咱怎啊？你有叫你朋友啊？還是你家己一人呢？還是你湊你朋友大嗎？對呀，哎呀，死會滴滴冚呀，同佢。哦喲！對呀，我滴滴唔fit。哦喲！滴滴唔fit，對呀。如果是講學女人嚟講啊，女人若是看到開，你看滴滴在經開冚啊，我是買接啊，攞嚟去 investigate 啊，攞嚟去看，然後走去在經看咩物件。我等天關。是哦，我嘛是等天關。I think 啊，我今日困。I think 我直接就要去看嘅，因為我驚啦，我真係若是講你冇啊，你安怎打緊咁啊，就走去。我絕對咯，我哋講，我係困起嘅，我哋講。你經驗是啊？我經驗啊，我係照困嘅咯。
我硬俾家己困。你袂想我心一直徛啦，袂困咩？我驚就是我驚講我目睭呢，我驚講目睭就係冚一下，做我困先開起來時就喺面頭整。所以唔係開目睭，所以我教到隻物就是我本身嘅款呢，所以我唔知做數，我嗰陣時咧就我大早基本上呢，我請咧我目睭是冇開嘅，我嘅目睭是 second option 係 manually 開嘅。哦，我請咧我慢慢教，我就咁請了。我就佢就我走去 try 看咗，佢特別冇我頭像，我就請起我頭像，就是俾佢照佢，我對冰佢叫我電話講，我就對我時間電話，哎呀對起我，啲啲唔真裝，哎呀，俾先冇嘢係呢係有新嘅故事聽到，無啊，特別啦，我有聽到。查某講啊，幾直正，我聽到查某講，因為我嘅宿舍係是facing外口嘅嘛，facing 我嘅宿舍係大門嘅嘛，我就聽到上個唔知是我人嘅 common room 啊是伊人 canteen 後尾嘅宿舍，唔知做咩事有人講啦，然後我就問我隔壁嘅學生咯。我隔壁嘅 neighbor 啊，伊就講，無聽到啊，陣咩驚死我。唔知啦，伊講伊啲看戲啦。哦，可能無聽到。呢個是宿舍 dorm room 啊。dorm。OK。了，你聽到伊講嘅聲點樣？就你看咯。哦，你無走去看人？我就是去堂仔頭看，飲一下無人喎。我一到本時你看，我一到本時特啲，我做工嘅喎，我做工嘅頭前咪是忙嘅咯。然後我咪是做工就暗，做工唔知10點幾11點啊，時我聽到人講門，就冇講。然後我走去堂仔去看，飲個冇看到幫，特別我聽一隻名是特啲我係 building 嘅外口嘅啦，但是特啲 building 南面咧，我可能我對冇幾長嘅啦走啦。特別特啲外口咧，我真係冇應，我講哎呦 ，I have no time for ghosts please。我就去做教授，特別我聽到講，可能是伊人 pre-drink 嘅時，伊人唔知醉咗嘅。係啦，有可能乜咯？你啱啱係咪我對面係咪佢旁邊有人大人厝嘅嘛？頭前有人白車啊，我 office 頭前有人白車，所以我冇去想到嗰時鬼啦，快想到嗰時鬼，特別我冇應。你係呢個冇地氣嘅呢？你伊人出呢個冇地啊 ？OK， 我咪講白行嘅事啊，咱講對technology gaming。就是嗰種咩啊？就是咩啊？哦，哈哈，哈，你就會講嘞。只有幾個時講哦。十八部幾個時講哦。是唔是十八部啊？我真係冇 internet 了。嚇？這不是冇 internet？我怎麼看 live 可以嗎？我 hello。我聽到。我聽到哈。啷是用大陸 internet？新的幾個？冇新的幾個？啷有舊的幾個數？特別我聽到，特別啷是唔是個看 live？還是跟他交音呢？你 internet 就辦起啊，未必只係人用數啊。我未，呢陣時我 switch 去 YouTube 看 live，係咪要看片？我當然看片啊。แล้วแต่ว่าจะมาปูก้อนแล้ว最ดีร้อยไม่ใช่พอฮีก้อนแล้ว最ดีร้อยแล้วจะมาปูจะมาปูบุษเนี่ย哎呀未咯差唔多 internet 我特別佢知特別啲很屌錢人去啊你笑誒阿妹個你阿妹個人講話OK 啲係未出嚟了啲古仔我講你啊唔知係咪我唔知我講聽過哦
我係學嘅，我係學是北海。北海啊，中毒的中毒。哦，查某啊，這私立啊。哎呦喂 ！Internet 未好試啊，你 Internet 未好試喎。Internet 未好試啊？啊，得啫，你個你當到啲電話拍就 computer 拍。嚇？係電話呀？你到啲 message 叫你電話 number 我拍咯係咪？係，OK。啊。當入頭我唔知你，我係做 phone call at the same time，那是比如 boss 啊，屌講了啊。嚇？我那是講我俾phone 你啊，我唔知我係 at 伊嘅 phone call 就佢人嘅 chat 人嘅這個 connection 咯。OK。你先 try。其實是比來講那是比來講咧，都這 call 啊 ，OK。I believe you can. I believe you can. I believe you can call. I believe you can call. 俾我特別訂，安怎我特別OK yeah phone number OK。你嘅 Skype 會是何類嘅 Skype 喎？嚇。哦。哎呀，baby。You're on hold here. Baby. Okay, Hello. 嚇 ，OK， 講緊講。唔錯嘅事，係掉。嚇。嚇。了。我講古早，我唔知講過喎，邊個講過啊啦？係咪邊講過個？北海嘅係咪做嘅學生？哦，北海中毒誒。中毒嘅嚇，然後有一個先生。佢看到嘅，伊今日佢教學生講，係你幾個事？哎呦，講話。特特啲來嗬，伊無架車，我哋叫伊講幾個事。哦，我哋先生是教講幾個事，就反而伊就來無架車，是講幾個事。無架車，咁樣。伊是要教咩 subject？伊教你冇咯。哦。哦，你講咩物件？講咗係幾個數？講我本啊，我唔知伊是考我能夠上面啦。就講白車嗰邊啊，唔是就推嚟，唔是載得嚟一幾期啊，我都看你表姐啊，轉拍街，我講，因為嗰佢哋學生啊，查某嘅愛水嘛，因為佢照行哦，對查某，然後自己小吞起來幫嘅頭。哎呀，真係實在閒嘅啦。伊就是講啊咧，反正試過半時就講啊，成件啲嘢物件，如果係查某倒來啊，แล้ว唔少人快啊你物件咩落邊？แล้ว講發罐頭啊，係物件，แล้ว係咧，伊講係你物件加個貴出好似會啊，我講我嗰時。伊講，但是都冇相信，不要緊嘅，都聽你你叫咩？十字路下定下，都佢都下แล้ว到嚟看就解完啦，你看佢錢咯，你都做看咗幾時？誒，你先生是 original 本來學嘅 podcast 嚟啊？你先生是 original 本來學嘅 podcast？I think 啊，嗰啲頭髮喺上出嚟啦，嗰啲我仔。哦，哎呀，一個一看到，唔是講笑都係講笑。哦呀，誒，你叫佢嚟參加你學嘅啦，你個白衣我知道。我唔係呢個白白咯，你講咧，我哋成日秒未見。喲，先生，那是你聽到嚟講，咁樣嚟教人講。哦，趣味咯。即係講正事，我未記啊，十歲。有我問你，我問你查某寶甲查某寶碌甲歡喜是做隻讀冊校定當？我哋嚟讀 college。哦，白讀 college。你冇讀中讀啦，定當是？冇，我是邊個嘅？我是 Island 嘅。哦 ，Island Plaza。
Island。係咯，你翻唔明嘅。你爸，我不問，你平常時你成日定你聽到你學那播唱歌嘅時候，你 before that 你捌看過係咩物件？聽過係咩物件？冇啦，我冇買看 in the future，我佛位我相信吧，我冇experience。我冇買過。你講在當你邊領到落去出名有 contact 你告訴我。contact 你告訴？但到落去成個講，一出名有 contact 你位啊所在。唔使咯。而家咧，我爸我講嗰度間厝，我去過，你叫係咪啊？一隻凳，一那邊有寫住，就是錢，我隻凳嘅。哦。我做起那邊冇物件，三寶上個咧做白粉嘅，我知，伊是到底迄個我 Tesco 我咧Egate 那邊曉。未去只久我去過一擺呢，我把錯叫不要去那邊。伊是毋是伊厝 surrounding 有成個有厝咧，特別伊厝中央伊個一個啥swimming pool 呢？就是電嘅啊！我捌聽過本。แล้วรู้รังตอนที่รู้ตอนที่มีรู้ก็มีสตรีทแล้วโฮเทลอ่ะจูเลียสตรีทฮัตเทนเลน是ตอนว่าวิคีฮันนาโกราเป็นอ่ะอยู่ว่าปากอ่ะที่เจ๊ไก่ซูเปอร์我想到是講什麼嘅呢？講唔使講我看咧怪談啊有當然個有啊，當然個做過啊。唔使我唔係一個發布啊。有一個人去大陸嘅時，有一個查甫，係個導遊啊，你可能又講上話，又講上順你個上話。阿 Ben 裏面阿 Ben 嚟。佢記咯，你記啲嘅後邊我想。episode 是做係後面 triangle golden triangle 就是講係三個國家泰國、老佢哋嚇，然後伊樣其實嚟計料啊，係計料啦。查某做計料。特別啊，樣是咖喱啊，西人做，fresh 西人。嗰啲哦，然後伊 camera 自己翕到晒哦，necrophilia。Yeah。So，伊根本就佢翕到嚟看到伊啲馬路甲死嘅啲人誒。呀，等陣我冇明白，伊嘅計料是 cater for necrophilia，是做咧死我係人去吹死啊。我係查甫甲死嘅查某。呀。嗰啲係 episode。呀。所以是死計料。阿免看，你有一當我細號這話去看，伊樣去拜，唔是拜啦，去看你藍鳥線啊！你有看過？冇啊！等陣你是叫做死計料嚇，到底你 golden triangle 死計料。嘅幾款嘅個名？哦。แล้ว阿咪你講咩藍鳥線係咩嚟？但係上地嗰啲，都學過啊！冇啊，係咪嚟？泰國嘅係真嘅。冇唔係。伊是學你查某啦，面你是假啦。貼平，然後都係學你 customer，心甲亂嘅啊！未擼未困未食安尼款啊。然後你就愛可以做一個係你哦，做一個人比安尼款咯。伊就類啦。然後係你 promo 是係你。阿婆嚟。哦。然後你阿婆成嗰時無情衫咋，然後你查某無情衫，你老人就無情衫對啦，然後 camera crew 就要住佢了，然後伊行記係你物件啦。係物件？dildo哦。唔是啊！你是講你是啊？你茶，依家你茶，因為伊兩樣物件，數字嘅。依家茶係dildo，伊係咪係硬功夫啊？要食隻細隻，嗰隻無食，因為伊擺這個物件誒。哦，你係咪依家吐一個查某寶寶呀？
伊行咧，查的物件，伊念伊的手啊吼，伊查这个咧查我上去，然后伊个笑哈哈哈。Oh my god！我特別去吹 episode 啦。誒，無sense嘅，我這物件覺得無 sense 嘅，包括是人都無 sense 嘅，只個。唔知吹啊！我都未曉吹，唔知安怎吹。你係拍懷疑，都係拍怪談。我要 look at Google cable TV。Cable TV，特別呢隻 episode 一個。都係去 YouTube，你睇看不來，你好看啊！哦。Cable TV 係咩啊？我唔知，伊同人一個了來 randomly 叫。哦。冇你睇到同人一個知啊，伊隻怪談，伊隻怪談，啊無新嘅伊是叫有線怪談安尼款。係咪新嘅叫做咩？新嘅是有線怪談，有線怪談。有線意思就是 cable。伊沙巴嗰邊嘅本真濟嘛，安尼款嘅咯。行迄個 frog 啊，我看伊行迄個會跳嘅 frog 啊，行正安怎正來死就，但係出變停水去，一導致迄個翅膀嘅關那邊嗬，你記嘅對，看到了。記哩。特別安尼看物件吼 ，actually 真刺激啊！你比甲鬼來講啊，即個物件好啦，啥較驚？這唔是鬼咩？你無成日講看到鬼嘛？你是一做啊，光頭那呢？光頭嘅物件真驚誒。即係鬼話差唔多嘅。差唔多上，特別鬼你看到嘛？但係我每都每到啲暗別啦。但係你講你看到，伊可以開冚咧，安怎啊？無所以我先正摸呀嘛，所以我 already 講是你物件嘛，然後我就你冇叫你朋友請咩？冇 ，that's why 我就開始成講愛車，我就開始關注啊，做聲，呢就冇嘢。然後我就開始起來咯，因為房間較早暗嘛，我唔知幾點嘛。然後我就開始起來，然後行去伊個 window 嘅位啊，然後我開播，早起了咯 ，actually， 可能幾6點了，有天光啦。然後我一開播咧，我心想我驚去財經，是咪驚去財經？了，驚。我是假死嘅，就假死講我請嘅就係，我覺得我冇看到你開，問題是我第一暝過愛困喺你房間困啦。但係你房間你參你朋友困啊，唔是你自己講啊？參我朋友困到唔知倒位去啦，伊無人殺掉啊。然後 after that， actually 我大腦只你房間嘅 ，the rest 我係 friend continue， 伊有 business trip。你冇同你朋友講啊？我唔敢佢講啊。我見下都係，你冇講啊？你唔係話房間咩？冇話房間係咪？係咯？因為佢真係冇寫其他啲特別。記啲，你讓查某無加歡喜，你讓是講你，但係你聽到人講啲特別，你告訴你讓聽到。嚇？啲特別你講，你告訴讓聽到。是點啊？但我講伊可以，伊在伊個 hotel 伊可以開冚嘅啊。冇啊。OK，但是講你去到一個 hotel 啦，一暗暝你困咧，咪車起來時候，你聽到滴安尼啊。你把就開起來時，佢哋可以開冚咧。咦？太攞機啊你啦，真。是驚你拍電話時，甲你講，咪家教我。啦，聽你拍電話去 reception 上面，你準備數買嚟仔嘅。hotel 嘛？冇啦，你到底電話是你嚟開會還是開會？我唔敢開會。
特別我講若是攏看到火開攏會扯起來走去在近看咧，還是硬目睭？冇啦，雞門啦，雞曬啊嘛，你阿婆都目睭開嘅，瞪了伊咧冇看。係咩？你最後要看是咪死啊？冇啊，應佢都看到，我就是細個。我想到我有一個故事啊，特別係寫嘅啦，唔是我係啦，別人，我係別個人啊。只係電影就係你阿媽後面啊，有係你跳檔嘅人嘅嘛。對。然後伊用到嗰啲事對咯，你看你咯嗬。然後我去過一個所在，樣是阿妹甲殺，normally 不是阿妹甲殺佢一個2點嚟講甲殺嘅嘛，伊係跳檔。然後刷掉到半暝啊2-3點啊嘛，所以伊係你 follow 嗰陣，甲你人機對嘅時候，甲了地步上跳對厝嘛，然後伊看到一個查某嘅車後尾有一個穿紅衫嘅人，你跳檔嘅人看到啦，然後伊無講半行咯 ，maybe 是 friend 啊，伊本袂記啊，旁邊伊家自己來嘛，然後反正就是伊問他直接喺紅衫女朋友啊，伊講無啊，我一人來。個了，你看你學車是我捌的。哦，你學車人唔知，本來伊無看到紅衫啦，敢若你。你嘛問佢跳檔，是啊，我知到伊啊，都好啊，我都無愛知，我無看到。你講無來龍幫倆，你龍幫我係啥倆？你龍幫。是咯，成個南西講嘅啦，咯。南西講伊只。有安尼看到 case 嗬。有伊人東幫你去到咯，然後你要出去啊，幫下定之時，南西講。我在人坐摩托嘅上上知道咗。車河摩托嗬，但係你當期先有人坐啲後尾人嚟看你。哎呀，你學緊當期啦，學緊當期啦。人家有載人嚟看啊，殺咗你。我南西定之有講嘛，南西講定之時，伊講伊到啲伊到啲擺 hospital 嘅時候，伊擺 before 伊擺過先時，伊到啲 hospital。伊講去 BJ 買物件。去 BJ 買物件，就是到啲叫伊甲伊講，你到啲 BJ 落車。你伊個唔知伊 niece 個到啲車嘅本啊，成個事。依家攏，我imagine 就一成塊表就嘢肥啊！你講成世嘅你。見啊，真有啊！我是講南西是古嘅 Uber 嘛。有啊，有，咪就南西。係啦，就啲乜講。你咪啲南西是你問看你特別知誒，免看咩知誒。好聊啊呢。特別我記買甲我講。呀，你雲吞無嚟講咧，係咯嗬。少。同時我聽伊驚個半死。直接你畫面啫咩嗬？唔是巴黎鬼嘅，講係咪 KFC 嗰邊頭人，誒人去頭嘅朋友嘅禮拜。結果學得啦，就係白色嘅菜㗎，我嘅驚。係啦，伊講嘅學到我第一驚係，就是講伊到底伊嘅窗仔外口會看到伊邊嘅，伊隻個另外你冇聽過咧咩？伊唔是講別人嘅咩？你個另外揀一個是第一。係咯，對。就是伊就是講伊頭頭看到是到底窗仔外口嘛。背個另外就冇，伊講伊頭頭看，冇伊坐到底伊嘅朋友嘅身軀嚇。伊坐到啲病，你人就掉。掉嘅人，你看到嘅時，伊講伊心裏面就想啦，講你問來插落我朋友，就頭痛啦，即刻伊又冇管啊。伊唔是地雲吞咩？雲吞唔是錯意啊，即地幾名是錯意咩？伊是到啲雲吞，伊是坐到伊朋友嘅身軀，伊看就會記啊。你伊坐到伊朋友嘅身軀，你是伊嘅心就想講你問來插落。你係是伊行響咪即係嚟到邊頭整即刻就伊雲吞。你講緊這個咯，嗰嗰一個咧，嗰一個是唔是上雲吞講本咧？伊到底伊個咧啥做上地位嚇？講到底伊個學校嘅位啊，伊看落去底有一白白誒，阿伯啲折衫。咩嘅？呢隻阿伯啲折衫白白咧，攰阿伯到啲折咗衫。阿伯，啲阿爹。到啲頭卡邊折衫。我唔知我做咗貼㗎啦，你邊啲學嘅嚟攰個數隻件，本身咧係我做咗這個數。edit 嘅啦。
對數。我個會記下你啊，咪讀呀，歸你讀啊。歸你讀，有你會記得 Google。你講真好聽，我會記名啊，兩位。以前人solo 講嘅兩位 story， 我就對我好聽。呀，因為部隊嚟講咧，世界。OK，我對。大都有歸你讀係咪？我會記，老椒。你按點就記到落去。當今我個嘅別個人接來啊，hello， 你是一裝？幾個是？這是大頭頭，這來下大頭頭。OK， 我本來我 instead of add 你 call 到你嘅 call， 我會使 add 你接起我嘅 phone call， 但係 phone 兩嘅 phone call 嚟咋。所以當今我個另外一個妹話看幾個。我來啦。裝。筆啊。哦。用筆啦。哦。我電腦 problem 我睇下用電腦啊。OK。了嚇，當你通啊未？通啊，唔是咩？我可以聽到喎。我睇下用我電腦啊。了 OK， 真係好像冇 problem 啊，唔使事你講你個數。唔知咯，咪考啊 ，shut down 我都 shut down 弄到了。但係這不是雲吞領導部對嚟講下，就是雲吞對嚟。試過無聊過啊。係啦，特別啱辦嘅是貴啊嘛。OK， 我講聽下，雲吞部對嚟下是領導是因為是。依家我比如話我錄音嘛，錄音是講幾個數，定到比如話我有講幾個數嘛。你一錄音咧講幾個數嘅時候，阿妹時啊，一聽到一兩人啲講話，一聽到一個人講，你阿妹啷個咪困話華語啊？了時伊人都無講，伊人就想講，比如話我想講雲吞下邊嘅人嘅講，你阿妹個咪困，伊就想講比如話我下邊講，你阿妹個咪困，想伊下邊個人講啦。咁咪就係講其實無原來是人家聽到這聲，你講我係事。我對於這啲測佢有一半是裝嘅，測佢有一半，你是幾句 ？Hello， 聽到啊？這句來，你是幾句新交？唔是新交，就唔要。你是裝。7號。7號歡迎。thank you， 真係估唔到嘅。係啦，7號，後啲我想同你講後啲冇落手走去。走去啊！7號嚟講你。我講嗰度。我講貴咯。講貴啦 ，OK， 最近有一個新嘅故事啦。OK， 特別這 actually 唔是我就係唔是貴嘅時候咩啊 ？OK， 下頂禮拜咧 ，because 我係請一個好嘅朋友，伊嘅 father 嚟把紅險下帶貴先去。拜啦，是我走去 I mean 2 days after 個 incident 咧，我走去伊 week 合併咯，去唔是正名，特別我講是 Apple 去啦，我 Apple 去。所以伊甲我講，伊 relate 甲我咯，伊下面事發生是講伊嘅 father 哦，接落來是無看病無行嘅。然後拄好咧 on the day itself the incident happened 時伊好像伊心感覺真係無爽 I mean like he hurt 啦，伊喺度等care something like。差唔多真係 heartbur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啦，真係聽到啦。特別伊 father 咧是講叫佢 family 咪擔心樣所以伊感覺是講無事咯 ，something like 伊 ignore 啦，咪做嘅最大事啦。OK，so that was the 按照講嘅應該是 let's say 是拜字啦，哦 ，OK， 拜字咯，拜字咩是伊多處困。OK， 困了時候，然後 the next day 是伊直接變，所以拍水去去 hospital 去 check 看，然後都好伊是甲伊媽都特別坐擺嘅 ，OK， 坐擺都好咯，伊人搞個一個junction 咯，一個 junction 了，伊好像咪停掉
然後嘟好咧，fortunately 啦，係講佢暫時 traffic 只特別伊是停掉佢junction red light 是停掉，然後紅險一個咧就你兩個咧就。哦，依家佢搭 bike 去咧，咩依家個未好事啊？比佢 hospital 比佢搭 bike 去。硬啦，就是你上嗰次是上 heartburn 嘅。something like that 呢，所以特別紅險是 at the same time 合併是就是到下你會請嗰邊貴線咯。哦，我知道個 left 係睇，你伊馬本字條，伊馬嗰啲後尾咩做隻伊，你朋友。伊馬字啦後尾。喲，了怎啊？然後嘟好，然後我這啲朋友就請假啦，伊就這 course，然後咁樣去安排，安尼款嘅伊 week 咯。OK。So, tapi我感覺伊人佢哋 family 會接受 because 係 timing 嘅事啊，點下搞 something like that 啦。Okay, so on that night, I mean that on that night 應該是啱啱是拜三啊，所以我是講拜四時咯。Okay，拜四時伊係你暗嘅會上，伊人是成個 because 伊人是大位勢。伊講一百每一道7個半 during this kind of hungry ghost 咧，伊人是一百隻 active in the army activity 到個手伊嘅，了 which means 伊暗嘅人了伊會上本是捌伊啦，是識咯，特別伊到下呢位時哦，伊問我係朋友咗，伊講 on that night during 拜二哦，拜二時啦，暗嘅時啦。伊看到伊爸哦，過來伊暗下邊咗。哦。特別你想看拜二時 ，at least 拜二伊困嘅時候，伊是 actually 冇 collapse 過，拜三個 collapse 咗。然後拜四暗暝看到伊過來，特別伊感覺到，喺你會想講，伊感覺到，基本上係怪聲啊，伊冇猜疑。伊做物件，當面大家手上啊，唔知捡物件你看啦，所以一回時候去叫伊無應。哦，所以意思你是講，即是伊嘅回時候拜四是甲講起講伊拜二是看你。你看咯。特別伊拜三係是貴先。拜三貴先嘅。特別伊拜二是伊嘅厝啦，伊有到厝哦，還是？都是拜二是感覺無爽啦，冇事啊，對你生是只聽啦，然後伊嘛多處休息咯，嗰次裡面其實講喺拜二哦，拜二暗暝是 quite unusual for 我朋友 because usually 嚟講啦，伊包叫佢做物件嘅 ，I mean during that time，something like because 佢暫時伊 father 哦，伊 father 本有講伊愛食物件要。normally 咧，嗬，伊大厝嘅，伊就叫佢去買物件嚟食啫，伊冇落去嘅啫。所以特別 on that day itself，the only entire life 係咁嘅怪怪，還是伊會講以後特別冇叫佢去買物件食，直到走去在房間裏邊困。So on that night itself，that's the night when 佢會想看到暗下邊嚇。這裡我唔知是咩啦。奇怪哦，伊成日伊魂差唔多要走啊，嚇啦。走 ，because 佢這時我是近來去坐伊看伊下邊 week 啦，我冇 expect 安款 story 嘛。你一直頭甲你我是不是去過事？所以伊甲你講，你是你朋友甲你講啦，還是你聽到伊你會想甲你講嘅？伊回時候甚至我諗佢是拜六，伊回時候可能是冇啲嘅，可能伊 family member 呢。哦。所以我等佢過來咯，然後伊坐，然後伊 serve 我人啦，所以我去看，然後講個紅響去蹲咯，伊變個 serious mode 去咯。然後甚至我唔感覺到冇幾長，但冇啊，唔知做咩事。你講咯。刺激，然後。在伊有啥有人出，若是講到底外邊韓國先你唔知怎，你就做無相嘅咧。若是你是導一些，你就無相勁，對唔對？係外口什麼啊？伊人是喺度，喺你普通嘅喺你福建上面對你，安尼講你外口咯。幾哦？有
可能這唔是鬼咧，我唔知啦。特別伊本講伊魂唔知走出去。On that night。阿少當時是迄個伊個回聲甲伊個痛啊，成個樣伊個頭腦伊 wavelength 個痛啊，往時伊會看到。後尾我一個朋友吧，伊是成個 meditation 嘅 guru 咧。伊個接甲伊個成個 connect 甲外國別個位無 physically 無我個人係因為成個因為頭腦係 Skype 嘅咋。因為 meditation 啊，到底 meditation 係因為 communicate 嘅。OK。真似未我講聽，因為頂陣我講佢一道人來叫我講我個朋友嘅八卦先嘅事，佢有快10年啊，唔知1年啊，1年伊個風險伊個 contact 到我個朋友，伊講我是你爸個朋友，伊講我都冇要去 KL， 我會使來 visit 你人，我講我甲你爸就10年個朋友啦，然後伊去到吉隆坡時，伊人講伊唔捌 physically 拄過伊爸咋，伊講特別我人是特別 meditation 嘅 circle 是真識嘅，我 always communicate， 所以伊會知伊樣嘅厝內人啊，伊告訴後面伊知個了的，特別伊唔捌拄過伊嘅，伊厝人唔知伊嘅，伊到落就唔知德國嘅人係咩，阿冇，你我朋友是吉林人啦。เป็นเลเชียกลิ่งอ่ะแล้วอย่างเจนี่ communicate 講กับ你爸朋友就係เจนี่ใจ講要佢嚟驚，伊驚到底到路係咪伊知個了的，特別伊唔捌拄過伊嘅，有可能你朋友嘅爸甲伊嘅回聲啊，因為 connect 到伊會看到伊。特別不是有可能伊是感覺就是地尾刀一刀。哦，要去做下。然後。唔知，要去到對去阿妹嗬。然後拜山壁虎啊，拜山。哦。咋？你係記講係你青枝咪是咪講過咯？青枝小刀車呀。哦，係你哦。你記哦。伊講我未記detail，特別因為是你看伊是小刀車邊嘅人嘛，伊浪車咧，伊就死去啊嘛，特別伊一定咧伊係 crew 個了，伊個看到伊個，佢就直走去食個邊啊咪咧是，可能對伊是講咧，即係保險嘅，咧是個嚟聽到講較早嘅時候，啲浪車死去嘅。對唔對？我覺得是有個 possibility。係咪？我覺得 possibility is that speculative 啦，但是我冇錯啦。This is merely a discussion 啦 ，OK？ So don't need to 唔緊要，聽時間佢哋 podcast 聽。Say anything wrong. But 這個 possibility is 佢哋人點聲也未夠個咯。哦。Then 過身嘅時，佢哋人唔知家己過身。哦。特別係你是 before。That's a possibility. When I forgot who you are. Chico, right? 對。When 你講你嘅 story 嘅時候 I can imagine in Gotiong wi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Okay. Which is 你了解人 heart attack 嘅時symptoms sometimes 人有 heart attack 嘅時there are symptoms tapi lu be guarantee lu cai wow heart attack because lam mesti dokun mah. Tapi when lu experience certain symptoms that is similar to heart attack lu tu number one lu tu注意了，lu tu注意 to check for other symptoms because kasi lu one symptom that is close to heart attack and then when lu start teji the symptom and then another symptom lu pile up 時你都會注意了，你袂使 ignore 伊啊。然後假使人 heart attack 嘅時 ，it depends 有大嘅 heart attack 咧，就是 immediately KO 啦。然後有大嘅 heart attack 嗰種是慢慢嘅。
there are some cases bambane. So bambane actually lu tiam sia e kiu But lu tiam sia e kiu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s kasi lu certain medical symptoms kasi seem sangka to care or quite severe what I recommend is mang tabai lo. Because I mean this whole time father collapses is on the traffic light, so mother is safe. But imagine if father is riding the bike, is moving in motion, then it collapses there and there. Then I mean so in this sense, logically in this sense is kasi the lesson to learn here is kasi medical symptoms is then and especially in medical symptoms start to compounding, that means then then mang kita tabai lah probably tapi我特別會記咯，因為常常啊，因為我嘅基本上嚇，when it happen 啊，你嘅件事嚇，你只 excuse 咋。Yes. So 你特別會記，特別歡呼你，但係在大立頭講你特別 be reminded。你對我講嘅是 self awareness 啊，你對 aware 啊。So because when it happen 到你嘅件事啊，你冇啦，冇這唔是啦，然後咧索起啦。Yes. So in Amokau Japan, Western countries is ilang ka aware, so ilang cai chile mikia they catch it on time. It's just lang teng lang probably is education. Now part of that too, lang si lang jia ban tang sangat lu. 哎呀，無數成日買去看落去，可能which is kind of silly 啦。你想起來 is kind of silly 啦。哎呀，無數了。你幹嘛 ignore 一個去 face 然後呢 ？Yeah, it's best to hit check 咯。I mean, of course, unless 你冇見死，then of course，你會 ignore 了緊啦。tapi medically speaking is best to check 咯。If 你 compounding symptoms 啊。啲安排你個幾個數？一個朋友有講過啦，特別等下啲 OK 啊，啲人別路來哦，就請來咪，我冇到檳城啦。哦，對，你講你唔知咪都 travel 時候。我去一波啦。哦，真的。不要緊，你到 Snapchat 咯嚇，有啊。那這是你是 L 是你嚇 D。冇啦，你就去看叉開條是話。哦，OK，對啦，下一個係咪 H 有 H 呢？叉開條，我到底係你是乜報告啊？其實到底那這是報告啦，佢到底邊個是不其他來 meet 嘅時候，impromptu 嘅 meet 是個報告。叉開條拍成波明啊？哦，拍成波，另一樓推是你們。OK， 你朋友講嚟。我朋友講 actually 是他車點先嘅。大陸嘢係。So，我係等啦。大陸幹嘛？我係等啊，對面有一個跑馬啦。哦，協督。然後伊 actually 伊甲我講一個往嘅。東歐嘅故事啊，所以一年是真久了啦。伊咧是家己白白拼嘅，所以日咧伊就兩人是白白啊，拄好咧到底先生駕車了風險伊我是咧當時我嘅同學咧伊就講。東歐伊就講，伊會邊一條嘅東歐見朋友，伊就感覺無咪對片，伊就家己講實是無咪好勢，然後伊頭直直吸了到頂嘅有在哦，然後咧伊就到頂一邊就講話，家己講話在哦，然後你家齊先生講，你是唔是無好勢？
然後伊就叫我一個朋友咧，就出去啊咧找啊咧先生咯，無好時間要我咪唔驚食嘛。然後伊嘛飛咯，飛落樓梯，因為我住2樓3樓位嘛，飛落樓梯，然後有時伊就感覺我朋友無斷票，知哦，一直一人講話，知哦，一個講話吼，然後伊就愛去甲咧辦公室啊，先生位哦，在 office， 然後去甲 office 位啊，然後一個訓導主任，伊先生，伊就行出來講做咩事，伊就看我朋友面色咯，然後我朋友講伊人無好勢就，然後伊就叫伊人坐了，然後伊就 start 加傾我另外一個朋友無好勢講話，伊講你做咩事，然後伊就抬頭起來看伊先生。伊講我乜都有事，我無事。然後伊講，伊先生個在問伊啦。伊講，你知你住倒位哦？然後我朋友這邊就奇怪咯，做咩會先生問伊一個問題，你知哦？然後伊講我嘛多正咯。然後伊講，這邊你會認哦，你朋友。然後我見朋友伊就並頭看。伊講伊唔是我朋友嚟，我朋友無多正嘅，我朋友多一啲。然後我朋友坐了邊冇幾長意啫喎。伊聽到伊講你番物件啫喎，然後伊就心想講奇咗啦，伊朋友發生咩事啫喎。然後時伊講伊家己有夾一個。寫本嚟嘅經啊，伊人特登有係阿彌陀佛嘅字啊，然後伊看到你可能伊就將佢 pocket 攞出來嘅啫哦，然後伊 try 食入我朋友嘅 pocket 嘅啫哦，然後時伊就食入了吼，我朋友會見我起笑咗，伊想伊哦，伊講你係咪唔夾到 pocket，你夾出來。伊聲病咗滯哦，我朋友成講咗滯哦，我行去啊，然後你先生伊因為伊是 Christian 嘅，然後咧伊就 start 祈禱咯，伊講 with the power of the Lord 咩物件，然後伊就叫我朋友你看咩對，伊講你問甲別人講咩物件點咁滯咯，然後時就叫伊對啊，然後 after that 我 friend 講啊，唔知做咩事咯。然後過後嘅時候，伊無對人辦咗滯哦。哦，你朋友連接股也無對人辦啊？接股也無對人辦咗哦。然後佢日嘅時哦，我見朋友哦請個講功夫啊，請個嚟講。因為這邊係嘛，你想得你對啊，一個這邊嘛死。你媽仔嘅這時有對嚟哦？伊actually伊過咗一兩日有對嚟。哦。But actually 伊是好幾入線，然後入個表見咧就，你幾個對處你知哦，對家字啊響你知哦，對家人伊莫數啊，來往學堂做法你知哦。還是做法喲。因為做班了，做法actually伊是多另外一位做法嘅，特別好。無夠正個節，我見朋友伊轉學啊咯，伊無讀啊別學堂啊咯，因為受嚴重啊嘛，伊幾賣幫伊聽講。哦哇！伊幾歲嘅啊？攏就是哇，我不如15-16歲爾啦。查某嘛，好協助，敢若是查某啊。係啦，大條啊查某爾咯。我講，我唔知這個事哦，伊唔敢甲我講哦，因為。是希望唔知講伊而家是讀緊嘅忝在哦。哦，你 after that 有 contact 哦？無啊咯，伊一個轉學呢都無甲我正學堂甲人聯絡啊咯。哦。所以伊安尼殘掉伊啊吼？有啊，聽講殘真久啊，對你對厝，但係只徛到厝外口等伊。我就是驚，我唔是講成個看鬼看到鬼嘅物件，我是驚。特別我第一驚就是你看對了，你買棒嘅，就是迄個我是第一驚啦。所以我咪是想講去看咧。
你到嚟厝鬼啊，去看我一件嗰人喺對條路誒，買白咧就真解。換嘅時對條路冇法咧啊！啊，特別我買成一條啲去吹啊，成講大人講到嚟係崩嘅咯啊，你去大邊看啲鬼話唔敢。叫我個 experience 嚟邊咧係正講。不要發冷，不要驚啊，唔是話。你咪講嚇，你嚟邊咧嘅時你就知咯。我是驚慘掉，我冇驚看到，你看我是驚誒鬼啊嘛，我是驚對條路嘅啊，喲，一查個路，你身邊人個咧就亂嘅了嘅，我知。而家會對嘅，上個我一個 friend 吼，伊講伊個 colleague 啊是厝上個一電嘅起動嘅，伊講啊，伊本是上嘅啊，伊講有咧啊，有一間啊。去越南啊，就是去hồ chí minh、Cambodia呢款嘅位拖啊，一對係馬來西亞在哦。喲，我坐飛機在哦，我對有啲厝在哦。我講我哋勁啊！I thought 伊唔是permanent了大嘢位嘅咩？伊個會對啊，對係個別個國家嘅哦。喲。誒，幫我記得聽人，但是啊，你可以告訴我。你叫咩啊？下嚟。你前兩個人告訴啦，本是後面嘅對了啊。是咯，去越南唔是去多羅啊，後個鬼對了啊。哦，講下。然後伊上個有啲，伊上個 depression 咯，真無歡喜幾年咯。哦。But before that 冇呀 ，before that 冇 depression。我係是真歡喜嘅人誒。哦。所以伊是。被偷勢，被賺嘅。嚇！了，伊就去看老官講，唔知做咩事啦，了就去問一個師公咯，師公講有查某鬼纏了伊。哦。但是你看到去越南啊，坐飛機對來咯。對了對來啊。對了對來嘅咯。伊個樣嘅 frequency 上過，所以應對來啊。喲。即係看靠頭嘅咯，你看你啫。那殘掉就驚，我是驚殘掉嘅鬼。特別啊，可能越南誒Cambodia位是唔是因為伊人嗰邊嘅領導嘅 history 關係？安怎係咩事？哦，伊人拍劍嘅。樣是冤鬼啊！成個係咧，樣成啊，積壓死嘅啦，鬼人很好。something like that。特別有可能本是有關係到真正，按照講係咧為真正係religious 嘅deities啊。哦，一隻冇上線嘅很好。啊，冇上 ritual，because today 我有一個 professor 嗬。because 我見我去一個arts 嘅 conference 大 Georgetown 啦，所以我拄到伊，所以伊是做 theatre production 嘅，然後伊講每一年咧，唔知道伊有去下咧Indonesia 係咪一個叫 Jogja， 你知哦 ？Jogja， 嚇，Jogjakarta。應該唔是Jakarta啦，應該是叫Jogjakarta，我冇聽過。Jogja啊。Jogja 嚇 ，because 佢哋位咧actually 是真係係咧領導嘅 Indian 係咩 Hinduism 嘅 influence 係咧 temple 嘅了啊。成個巴黎嘅可能係對，所以伊人冇知道去嗰邊 ，because 嗰邊嘅 arts festival，especially theatre 是真正出名。真係出名了，伊人唔是到去嗰邊是去比賽，了去參加表演咯。OK， 所以伊人 preparation 去嗰邊嘅時真係好笑嘅咯。伊人去嗰邊，特別係伊人嘅 sets 啊、costumes 啊，了 of course 伊人係 rehearsal before 去嗰邊嘛。One more thing 第一種係伊人去嗰邊，伊人愛注意到，即係應該是愛注意鬼嘅物件咯。呀，佢哋 prepare 咧，可能 prepare for 啲鬼啊。because 聽到伊着鬼數，伊 professor 甲我講certain parts 啊 ，during 伊人嘅 theatre performance 時哦，真係怪物嘅發生嘅。伊人唔是講是鬼，伊人講是 jinn。哦，jinn 是鬼驚，jinn 應該是
應該是喺你阿拉丁 engine 喺你物件講啦。Genie 啊。Genie 嚇 Genie 對。但伊人誒 Muslim 誒 belief 是講人咧，可能 human 啦 ，OK， 寫出來是咧 together is either 有 human 加 gene 誒 existent 白咩？So 伊人只一個裡面嘅發生 ，because 伊人冇知道during rehearsal 時候。伊人最重要是講 before show 特別愛 make sure 加了equipments in working order 嘛 ，OK？Because theatre 嚟講，係 let's say 你樓頂嘅物件 mechanical 嘅物件哦，你冇小心做伊加漏上面哦，伊只是 injury 是只 serious 嘅，so 有一刀伊人幾拿刀 around 只刀咯嗬，紅險係你嚟頂吧樓頂嘅嗬，係你。應該落嚟，tapi 一 jam 就動。哎呦 jam 咩？我自己轉嘅啫。你喺度驚，唔知做咩事。行起我哋講啲數學性嘅喎。แล้ว另外一道是伊人伊係你 musical instruments 啊。OK， 伊人插掉係你 monitor 咯。OK，speaker monitor 啦。OK， แล้ว拍，應該是對了伊人係你 instruments 嘅聲走出來嘛，係 speaker。OK。紅險我一拍紅險有一 speaker 走出來把你聲喺度，把聲嗚安尼款嘅哦。แล้ว人本到車橋，其實安尼款 instrument 咧，就是安尼款咯。แล้ว個你唔是成日調住班啊？咪咪嘅，一樣個大啊，是人 performance 是咪是有嗱一部 publicly 擺本可樣有啥？樣去擺嘛？伊人是未使 public 擺啦，是 it's just 成日我人Chinese theatre 嗬，normally 特調會插香聲拜聲，成日成日something like a stage got 安尼款啦，去 make sure everything to be smooth and steady 嘛。特別即嚟講是伊人是四百向嘅，伊人已經是真正向 ，every year sure something or at least something will happen 嘅。講到作家真係調招人。OK， 那是美單是福建人嘅嗬，作家就是調招人。OK， 我咪小蛋啊。咪小蛋7號個名啊？冇啦，反正。當然佢個嚟啊，佢個嚟寫喺 notes 反正。佢自己嚟講，佢自己是未必到底邊兩個落啊。Kapan internet connection problem. Tapi ia 7號嘅聲 OK 啊，全嘅時間係你同埋你查某加只查某加歡喜嘅就冇咩好事。แล้วก็特別嘉賓個有獨立頭咯，俾佢聽獨立頭 podcast。แล้วก็7號今時啊。ก็ติดแอมปีนะก็อาหารนะบายบาย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เจ้าขี้喺後點咯แล้วก็กะหล่ำปู喺一點แล้วอันนี้ไป再見啦แล้ว接來อันนี้ topic 是一個對來啊新嘅 topic 是我個อันนี้看嚟好獨立睇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那當聽到這 episode 時我已經到啲背到啲變成對來啊頂背到對來邊個啊上次食青嘅時候當然可能會好啊你快過嚟再見拜拜拜拜OK， 可以 topic 是飛機啊，飛機 ，OK， OK，感謝到對來啊，拜拜。